荷兰感谢记者带荷兰上新的消息，受到这武汉肺炎的影响教育部也宣布，高中以下是改2月25号才要来开学，家长呢会带穿这个防疫的照顾假，而且呢头家一定爱准假。不过呢，防疫照顾假是毋是会扣薪水？劳动部长柯明春2号表示讲，看每一间公司的规定，也引起了外界质疑哦。对着这件代志，劳动部下再也再度派代表出面来说明。那这次为了防疫上的需求，那中央防疫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他下达一个紧急命令，他要求这个学校延后开学。那延后开学的话，对于如果要照顾12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这些家长来说，他可能在安排照顾上面会有一些措手不及，因为12岁以下的确实比较不好治理。那所以他同时也定了一个这个防疫的照顾假，这是一个新创的一个部分，他依照相关的命令才定的。那这个假的话，要求雇主必须要准假，如果劳工确实有这个需求，那这个准假以后，他不可以把劳工请这个假当作是旷职，或要求他日后必须去请自己的事假、特休，或者是扣他的全勤。那也不可以有其他的不利的对待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是请雇主必须要遵守这个相关的规定。所以如果还有违法的话，会怎么样开罚吗？好，那如果是我们希望说这一段期间，那个劳资双方都是可以互相体谅的了哈。那防疫的话，真的是如同作战。那如果说是有一些雇主他可能不清楚这个状况，也许他把它视为旷职，那或者是视为一种事假，而去扣到他的全勤奖金的话，那这个东西就会违反相关的规定。那或者是说，他要求劳工说，你非得要用自己的特休请完了，或者事假请完了才能请这个假，那可能也会违反相关的规定。这个的处罚是新台币2万到100万。那国中、国中、高中的学生，如果他需要在家里父母要照顾的话呢，那他们可以用什么假来请？好，那这次的这个防疫照顾假是特别针对家里有12岁以下的小孩，那这样的小孩确实比较难治理，所以增加这样的一个价别。那国高中的部分也有延后开学的状况，那其实它没有影响到现在劳工可以请的其他假，包括家庭照顾假或者是特别休假，这些部分的假都还没有影响到劳工。如果确实有照顾国高中这个学童的需求的时候，还是可以依现行的相关规定来请假。但这个照顾假的话，是否扣薪这部分有规定吗？好，那这一次的话，确实是为了防疫需求，新增加了这一个价别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是因为防疫必须要劳资双方共同来体谅。那但是防疫这件事情确实也不是归责于雇主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雇主在给假的同时，因为他其实也是在必须要忍受，包括人力的调度，他要做一些调整。那这个部分能够对劳工多照顾一些的话，那他可以在他的心理范围内多照顾一些。那有关这个请假期间的工资，那是依照公司的规定。那因为现在有一个人资的主管，他是有提出说，如果不方便请这么长的话，那可能其中2-3天的话是用请病假的方式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其实是不是有点这样欺骗的感觉？那这样是不是有点违反规定？其实这个假给的就是让他有照顾的需求。那当然，如果劳工自己本身有不适、身体不舒服的情况，那有相关的必须要去看医生的情况，那当然是符合病假的规定。但是两者不是混淆在一起的。那如果说刚好劳工自己本身有一些不舒服，那他请病假期间，他也刚好可以去照顾他的小孩，那这个当然是符合相关的原来的他的普通伤病假请假规定。但是我们不希望说是不同的价别、不同的使用的这个价别来去混用这种情况。那其实劳工方面来讲，家长有2方嘛，有可能父母2方，他都可以去做一些协调。也许说，大家工作上面跟公司做一些协调，有的人请这几天，有的人请那几天。那其实每一个家庭大概都会做一些调配。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分批，同时都可以请就对了。爸爸妈妈原则上是一位在家里请假，那当然他们就轮流在这14天里面有这个需求的时候，他们大概会做一些协调。也许哪天谁的工作手边比较
放得下，那谁先来请？那过2天另外一位来请，那原则上就是一位来照顾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总是在这样的情形，大家共体时艰了哈。那也不要让整个社会的秩序有一些停顿。